Online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 Sally。等我今日咧教你一個小 tips 啦。如果你想練肌肉嘅時候咧，其實唔使一定要去做 gym 或者去 fitness class 先可以練到嘅喎。就算你喺屋企睇緊電視、打緊機或者喺度排緊隊買嘢咧，你都可以做到㗎。點樣做呢？就係將你個肌肉收緊。嗱，例如你個腹肌啦，你可以望下。當你想收緊嘅時候咧，你就所有穿住啲力收緊。等你收緊嘅時候咧，你想呼氣，咁啊放鬆，再收緊，放鬆。咁你收緊嘅時候咧，記住 hold 住1-2秒，再放鬆。咁你一路連續咁樣做15至到20下咧，你就一定會 feel 到嘅。咁簡單，不如你而家試下啦。更多嘅視頻同資訊，請到訪 gearsonline.com， 又或者關注佢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， 又或者係微博。